全國首例無人機配送到家，珠海第一個第4代產品，超靚嘅一個園林設計，無邊際泳池，下沉式嘅園林，用2個億打造嘅4000平方嘅會所，單價居然低至2字頭啫！嗱，用咗2日嘅時間，成功銷售200幾套，而家去睇示範單位。嚟到88平方嘅3房2衛設計，入戶呢個位置咧已經贈送咗收納櫃以及鞋櫃嘅。左手邊咧係佢嘅公共嘅洗手間，我哋入嚟參觀下先。全尺寸嘅呢個鏡櫃已經幫你做好咗啦。嗱，甚至我哋櫃入邊嘅所有嘅小飾物嘅擺設咧，亦都已經係全部係幫你做好咗嘅，所以做得比較細緻嘅。大理石嘅一個洗面盤佈局咧，過翻去嘅係佢有一個橫廳嘅設計。我哋先睇呢個客房咧，呢個客房咧係全尺寸嘅落地大玻璃，所以成個視野以及光線咧都係做得相當好嘅。全屋中央空調嘅交標，88平方有個大橫廳設計，你見過未啊？我哋出去睇下佢個露台，連通呢一個停機坪咧，呢一個大嘅露台位，甚至咧比較難得嘅就係呢一個啦。全國首例啊，無人機配送到家就出現喺我哋珠海第4代產品呢度，單價真係低至2字頭啫。呢一個位置就係日後我哋無人機配送到家嘅位置啊。無論你種花花草草啊，大概都有10個平方嘅。過翻去咧睇下其他嘅區域先，睇埋廚房啊。廚房位咧88平方，你見過未啊？可以放雙門嘅大雪櫃咧，黑色系列嘅設置，成個空間咧開間亦都係比較舒適嘅，大嘅玻璃面啦。再過翻嚟咧，隔離就係另外一個休息嘅客房咧。呢個位置咁，你以後亦都可以係一個客房。我哋交標嘅時期咧，佢就係一個實體牆嚟嘅。最後咧過去參觀下主人套房啦。主人套房入戶呢個位置係一個到頂嘅衣櫃。過翻嚟咧就係3電式乾濕分離嘅一個洗手間啦。全屋咧都係華為嘅智能控制開關啦。過翻嚟係一個休息嘅區域咧，做到3邊落牆位，而且咧連接呢一個停機坪嘅大露台。喺珠海呢一個全新嘅第4代產品當中咧，難得目前嘅單價咧係低至2字頭嘅。比起早幾年嘅斗門甚至坦洲都仲要低。而且呢一度嘅銷售進度咧係相當快嘅。有興趣嘅朋友咧，盡快係私信俾 Jason 啦，或者評論區留言發資料俾你啊。拜拜。